平時好多人食完零食見到入邊有包房潮豬，第一反應就係哎呀，左手左腳驚死細路食錯，然後即刻掉咗佢，完全唔會猶豫，甚至覺得自己做咗件好事。其實你知唔知你掉落垃圾桶嗰包細細粒平平無奇嘅乾燥劑其實係寶嚟嘅，你掉咗佢等於掉咗一個免費嘅除臭神器、防鏽專家，甚至係部手機嘅救星。生活中有好多令我哋頭痕嘅大煩惱，例如對鞋又濕又臭，幾千蚊買翻嚟嘅海味發毛，甚至係名牌手袋生霉點，原來都可以靠呢幾粒免費嘅豬豬解決。不過喺教大家點樣廢物利用之前呢，必須要發出一個最高級別嘅保命警告，因為乾燥劑有兩種，一種係寶，一種係炸彈。如果你分唔清就亂用，隨時會發生家居意外，傷及眼睛，到時就真係得不償失。今日唔單止教你7個神級隱藏用法，仲會詳細教你點樣將用過嘅乾燥劑重用，幫你慳翻幾千蚊嘅冤枉錢。首先，請大家攞起你手上嗰包乾燥劑，用3秒鐘時間檢查一下。第一種係白色粉末狀，包裝通常係不透明嘅紙，摸落去係粉末或者一嚿嘢，上面寫住大大隻字生石灰或者不可食用。注意，呢種就係炸彈，佢嘅主要成分係氧化鈣。點解話佢危險？因為佢遇水會產生劇烈化學反應，釋放大量熱能啦，甚至會爆炸。曾經有新聞報道過啦，有小朋友貪玩，將石灰乾燥劑放入水樽搖，結果個水樽爆炸，鹼性液體飛入眼，導致永久視力受損。所以如果你見到呢種白色粉末，唔好猶豫，即刻包好佢，掉落垃圾桶。大家千祈唔好留，亦都要話俾屋企小朋友知，呢包嘢唔玩得，非常危險。第二種係透明豬豬，呢種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矽膠乾燥劑。你摸落去係一粒粒硬身嘅豬豬，通常係透明或者半透明嘅，佢無毒無味，化學性質超級穩定。就算小朋友唔小心誤吞咗1、2粒，因為佢唔會被腸胃吸收，通常會原粒排翻出嚟嘅。當然，我哋絕對唔建議亂食。認住呢種透明豬豬，佢就係可以幫你慳錢嘅寶藏。下次見到佢，記得儲起佢，因為佢有以下7個你估唔到嘅神級用途。第一個用途係去除鞋臭，呢個係最實用，亦係解決最多人尷尬嘅煩惱。香港天氣又濕又熱，夏天着波鞋、皮鞋，腳汗焗住喺入邊，對鞋又濕又臭。特別係做完運動或者落雨天整濕咗對鞋，返到屋企一除鞋嗰陣酸餿味真係尷尬死人，連個鞋櫃都臭埋。朋友上嚟坐都唔好意思，真係想揾個窿捐。喺 Thomson 建議大家啦，唔使買幾十蚊支嘅除臭噴霧，嗰啲只係用香味契住臭味，治標唔治本，噴完仲要有一陣怪味。每晚返屋企將2包大包少少嘅矽膠乾燥劑或者幾包細嘅，直接塞入對鞋最入邊。原理好簡單噶啦，細菌係需要水分先可以繁殖嘅。乾燥劑強力吸走鞋入邊嘅汗水同濕氣，細菌無水飲就死晒，臭味自然消失。第二，朝起身着鞋，你會發現對鞋乾爽舒適，好似新鞋一樣。如果你有去做 gym 嘅習慣，放幾包入個運動袋，包你個袋唔會再有陣汗臭味。第二個用途係防止金屬生鏽。屋企嘅指甲鉗、剃刀、螺絲批、鉸剪呢啲金屬工具如果放喺沖涼房或者雜物櫃，好容易生鏽變鈍。生鏽嘅工具既唔好用，一唔小心整損手，仲有破傷風風險。特別係男士們嘅剃鬚刀，刀片好貴，一生鏽就要掉，真係好肉痛。揾個密實袋或者膠盒，將呢啲金屬工具同幾包乾燥劑擺埋一齊，只要環境濕度夠低鐵就唔會氧化生鏽，咁樣保存，你把鉸剪擺10年都仲係咁鋒利。另外如果你屋企有收藏銀器、首飾或者名貴手錶，呢招更加係必學。佢可以防止銀器變黑，慳翻好多抹銀水嘅錢，亦都可以保護你啲珍藏，留翻俾仔女都仲係新嘅一樣。第三個用途係救翻受潮嘅果仁同堅果。去街市買散裝花生、瓜子、開心果，貪佢平靚正。但香港回南天咁濕，擺多2日就會受潮變軟。食落去口感好差，不特止，最慘係容易發毛，產生黃咳毒素，食壞肝。好多人見到變軟就掉，真係好嘥咯，每一粒都係錢嚟嘅。
教大家將幾包食品級乾燥劑直接放入裝堅果嘅密實袋入邊，擠出空氣，封實個口。乾燥劑會好似迷你抽濕機咁咧，吸走堅果入邊嘅水分。過一晚咧，你會發現啲花生瓜子神奇地變翻十分香脆，好似剛炒起咁。呢招用嚟保存食唔晒嘅薯片、餅乾、紫菜都一樣得，唔使次次都趕住食晒佢，或者逼住要掉咗佢。第四個用途係手機急救。雖然而家手機防水，但如果有時唔小心跌落水，或者去完沙灘沖完涼，手機入咗水氣，鏡頭起水氣，叉唔到電，點算？坊間流傳話放入米缸。Thompson 同大家講，千祈唔好，因為米入邊有好多粉末同微塵會進入手機插口同聽筒，分分鐘整壞部機。而且米嘅吸濕速度其實好慢，根本救唔切。正確做法係即刻熄機，抹乾表面，然後揾個密封袋，將手機同大量矽膠乾燥劑越多越好一齊放入去，封口擺24到48小時。矽膠嘅吸濕能力比米強好多，而且冇粉塵，係最安全嘅急救法。當然，如果入水太嚴重，最好都係拎去維修。但呢招可以攞嚟做黃金時間嘅急救，分分鐘救翻部幾千蚊嘅電話，試下無妨啦。第五個用途係幫化妝品用耐啲。女士們注意啦，你買嗰啲幾百蚊支嘅唇膏、粉餅、氣墊、粉底，全部都係錢嚟㗎。一開封之後呢，接觸到空氣同水氣呢，就好容易變質、發毛，甚至滋生細菌嘅。特別係放喺沖涼房呢啲濕氣重嘅地方，好容易未用完就變壞，幾百蚊就咁倒落海，真係見到都心痛。放幾包乾燥劑入你個化妝袋或者化妝品收納盒入邊，注意唔好直接接觸到膏體，放喺盒邊就得。保持乾燥可以減慢油脂氧化，令佢可以用耐啲，唔使成日買新嘅。同樣道理，你啲化妝素洗完之後，如果驚乾得唔透會發毛，都可以同乾燥劑一齊放，防止細菌滋生，保護你嘅皮膚唔會生暗瘡。第六個用途呢，係防止調味料結塊。廚房係全屋最潮濕嘅地方，煮飯嗰陣啲水蒸氣周圍飄，你有冇試過亞鹽啊或者糖啊雞粉啊擺下變咗一嚿硬石頭啊？每次用都要用匙羹大力鑿到手都軟埋，甚至成嚿挖出嚟跌落個餸度，鹹死人，搞到碟餸食唔落，真係火都嚟埋。方法簡單，將一包細細地嘅食品乾燥劑用廚房紙包一包，避免包裝袋直接接觸調料，貼喺罐蓋底或者直接放喺邊邊，佢會持續吸收入邊嘅濕氣，保證你啲鹽糖長期保持鬆散粉末狀，煮飯都順手好多，唔使再作冰山，煮餐飯都開心啲。第七個用途呢，係衣櫃防霉。香港嘅回南天真係好恐怖啊，牆身都會出水，衣櫃入邊啲衫擺耐咗會有真味味，嚴重嘅話甚至會生出一點點黑色嘅霉斑，洗都洗唔甩。特別係皮褸、皮手袋或者珍貴嘅雙寶菲林，一旦發毛就基本報銷，真係喊都無謂。平時儲埋嗰啲大包嘅乾燥劑，例如買新袋、新鞋送嗰啲，唔好掉啊！當你覺得天氣濕或者要收納轉櫃衫嗰陣，將幾包乾燥劑呢分散放入衣櫃嘅角落，或者塞入掛緊嘅大褸口袋、手袋入邊呢。乾燥劑吸濕防霉，效果分分鐘好過你買嗰啲有化學味嘅臭丸，又唔會搞到啲衫有一陣怪味。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乾燥劑吸飽水之後係咪又要掉啦？咁米又要儲過？唔係，矽膠乾燥劑係可以無限次重用嘅，只要你識得處理。點樣知佢吸飽未？大部分食品用嘅矽膠乾燥劑入邊咧會混雜幾粒指示珠，原本乾燥嗰陣係藍色或者橙色嘅。當佢吸飽水之後呢，會變成粉紅色或者綠色，見到變色就代表佢飽啦，吸唔到水噶啦。重用方法非常簡單。方法一，天然晾曬法。如果有大太陽呢，將佢哋平鋪喺報紙上，喺烈日下曬翻一兩日，水分蒸發後佢會變翻原本嘅顏色，又可以再用。方法二，微波爐速成法，呢個最推薦。注意安全，千祈唔好連埋個膠袋放入微波爐，個袋會溶㗎，仲會有危險。首先剪開包裝，將入邊啲珠珠倒出嚟，放入一個可微波嘅陶瓷碗或者玻璃碟，然之後
放入微波爐，用中低火加熱1分鐘，拎出嚟睇下，再加熱1分鐘。重點係千祈唔好心急用大火，因為太熱啲豬會裂開，甚至彈出嚟。當見到粉紅色變返藍色或者綠色變返橙色，就代表水分走晒，重用成功。攤凍之後呢，裝返入透氣嘅布袋或者茶包袋，又係一條好漢。真係既環保又幫你慳返買除濕劑嘅錢，係咪好掂呢？最後俾個任務大家，即刻去檢查下你屋企個零食櫃，將啲透明珠珠全部儲起佢，揾個密實罐裝住備用。同埋記得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最中意食零食或者有腳臭煩惱嘅朋友，可能你一個轉發就幫佢解決咗生活大難題。我係 Thompson， 呢度係老火靚湯，我會繼續幫大家發掘更多保命健康嘅生活智慧。如果你覺得條片有用，記得訂閱老火靚湯，開埋個鐘仔。我哋下集見，拜拜。